揀機構嘅時候咧，有3點我哋要留意，唔係咧就白白嘥錢。90%嘅家長都唔知道咧點樣揀嘅。咁我哋俾3個檢測點大家。第一個咧就係冇做評估，有冇做一個好嘅 IEP 同埋有冇做跟進。一般係好嘅機構，你要做評估先啦，可能做 3B Map 啦，跟住會展示一個 IEP 嘅個性化計劃俾大家啦。然之後咧會定期做跟進。好嘅機構咧就一定搞掂嘅，用同一套課程咧就俾晒所有嘅小朋友，都冇數據跟進。冇做評估嘅干預咧就好似病咗，乜都唔檢查就直接食藥。第二個檢測點咧就係老師咧有冇唔同嘅認證啦。一般嚟講喺特殊教育裏面啦，老師可能會有幼兒教師認證、特殊幼兒工作員認證 ，ABA 裏面有 IBA、QBA 或者唔同嘅 RBT、ABAT 嘅呢啲嘅認證，或者唔同嘅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言語治療師啲嘅認證。咁好多呢啲認證咧，我哋每年咧都要持續進修嘅。第三個檢測點咧就係個機構夠唔夠膽公開數據或者公開視頻俾你睇，可以俾你睇到干預前或者干預之後個小朋友個能力對比，同埋小朋友佢個能力嘅追蹤。如果機構淨係話俾你聽有效果，但係就冇拎任何數據咧，同算命有咩分別咧？咁所以總結3點：查資質、睇數據，滿足呢3點先係一個正規嘅機構。唔係嘅話，都建議大家可能需要換一換。